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嘅大灣區工作室 channel。啱啱我提供咧都有啲成績嘅，叫做中咗條 Q 啊同埋新紅彩。希望今次嘅提供咧繼續保持水準啊！咁而今次嘅賽事咧就翻嚟跑馬地嘅賽事，總共咧就編排9場嘅。喺出馬方面咧，除咗場第2場出馬較為少啲咧，其餘嘅場次出馬都幾踴躍嘅。咁而今次我嘅提供咧就揀咗第6場，呢場係第4班1000米嘅最短途啊！相信大熱門咧應該就係上次贏佢第3 win 嘅同滿滿啦，因為呢匹馬咧自從個配備即係淨係帶交叉鼻箍咧同埋綁地之後咧，佢喺谷草1000米嘅表現咧非常之準成嘅，先後就贏咗3 win 嘅啦。咁而上一場咧嗰個姿態咧，亦都係好清脆利落嘅。相信呢匹馬咧而家喺呢個最短途呢個谷草嗰度咧，仍然係保持一個幾強嘅競爭力㗎。不過咧，我今場嘅首選咧就唔係揀佢喎，我就搏一搏咧有贏谷草1200米級數嘅2號不地烈馬。呢匹馬咧佢3歲仔嚟㗎咋，即係今季先至跑嘅啫。佢第一場咧跑嗰場嘅谷草，即係第一次跑谷草咧，就係跑場1200米，排過11檔咧，用幾多力咧埋嚟放頭嘅，翻到嚟咧僅僅輸半個馬位嘅啫。咁嗰場都顯示呢匹馬咧跑谷草嘅能力咧都唔錯。結果咧，跟住再跑嗰場咧，就能夠俾佢一放到底贏馬啦。做嘅時間咧都好出色㗎。如果你計埋個姿態同埋個段速咧，其實係屬於嗰啲4班嗰啲高水準嘅賽事嚟㗎。咁後來咧，佢再跑嗰2場咧，表面都係入唔到3甲啊，但係其實咧都跑得唔錯嘅。計翻佢啦，前一仗嗰場咧就係、又係用一個好快嘅步速放，咁翻到嚟咧跑過第5啦，但係其實佢輸俾第2名咧，輸好少嘅啫。大約都係半個身位，跟住再跑一場田草1200咧，又係放頭喎，放到翻到嚟咧，咁就開始乏力咧，因為始終田草啦嗰個級數高啲啊嘛。但係其實佢輸俾第2、3名嗰啲馬，亦都唔係話輸得多嘅咋，同埋嗰組嘅時間咧，都係屬於一個快時間嘅組別嚟嘅。所以我覺得咧，今次呢匹不地烈馬咧，縮翻嚟跑呢一個1000米咧，唔好嫌佢路程短啦，因為咧，如果當即係比較多快馬去搶嘅時候咧，呢匹馬能夠跟到主馬群，如果埋到2碟位咧，呢匹馬翻到嚟直路鬥衝咧，應該都有得爭勝㗎。咁而佢最近咧喺個泥澤都試得幾好嘅，因為你見到啦，黃志宏試嘅翻到嚟佢都係撳住嘅啫，隻馬好輕鬆咧，跟住翻喺即係前列嘅位置翻嚟，所以我覺得呢匹馬嘅狀態仍然係保持一個幾高嘅水準。呢匹馬就列為首選先啦。咁次選咧都未揀到同滿滿喎，因為咧，都係揀多一隻另一匹咧係贏到1200米有呢種能力嘅馬，就係嗰匹8號嘅超強60。咁呢匹馬咧，佢又係啦，我覺得佢係嗰啲搞啱配備、搞翻啱佢啲路程啦嚟跑嘅馬咧，佢就持續好水準嘅。其實你睇翻呢一匹馬，自從即係改戴咗防沙眼罩同埋頭罩，特別係轉翻嚟跑谷草咧，係連場準成嘅。咁而上場咧贏嗰一場谷草1200咧，亦都係一個好時間㗎，嗰個末段亦都做得好，所以呢匹馬又係啦。如果呢場縮嚟跑1000，夠快馬，大快嘅快步速嘅話，呢匹馬去到直路咧，其實都係有機會咧憑個後勁咧去再去爭嘅。所以超強60咧就係我嘅第2選。咁其他就係到7號嘅同滿滿啦，因為呢匹馬咧上次再贏咧個姿態咧，哇翻到嚟一衝咧就過晒㗎啦，好輕鬆㗎。當然啦，步速上佢賺到係一個快步速，不過實在咧頭馬始終係頭馬，同埋姿態夠輕鬆。第4選都可以再加翻4號嘅聖萬金嘅，上次佢就零零舍舍輸俾同滿滿㗎啦，但係佢都掟開咗後面啲對手㗎喎，加埋咧上次頭2段嗰個段速咧，根本就係做緊嗰啲3班嘅段速嚟㗎，放得好快嘅，因為佢排外檔咧用力搶埋嚟，放得好快，但係翻到嚟都唔斷，都有第2。今次排嘅1檔咧，唔需要話太過用太多力，仲有佢唔一定要自己放㗎，攝住好位都得。咁你話如果俾一啲快馬，唔係大家鬥燒，而大家撳慢少少嚟走咧，其實呢隻聖萬金咧都有一定嘅機會喺度嘅。所以咧就今次選呢4匹馬，睇下我今次嘅選擇啦。揀咗第6場嘅正選咧就係2號不地烈馬，次選有8號超強60，第3選就係7號同滿滿，另一選擇咧就係4號聖萬金。希望今次嘅提供咧繼續有一個唔錯嘅成績啊！
亦都提提大家啦，如果大家中意呢個 channel，歡迎大家撳個訂閱掣之餘咧，亦都歡迎大家 share 俾朋友，我 share 出去，最好就俾埋個 like，俾埋個讚，更加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嗰度留言啊！今次節目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